話說有20萬人睇過我支粉底俾3隻貓打爛咗，我今日買翻啦，做個極速開箱俾大家，仲有埋其他嘢。一個 set 係有唇線筆啦，同埋 gloss。如果你同我一樣係人中比較長，想縮短去畫出啲嘅話咧，好適合買呢個唇線筆，用掃 blend 開去。跟住 on top 咧，咁就可以係呢1、2、3、4個唇珠呢啲位咧，咁就加翻個 gloss，咁就會望落去個嘴係嘟嘟啲。然後補買翻呢支粉底，地下嗰度掃已經見到佢係有幾 smooth 唔乾啦，都做到 long lasting 嘅效果。另一款咧係再 matte 啲、再持久啲嘢，油性肌膚啦，或者夏天嘅時候我就會用咯。咁例如我今年 Halloween party 咧就係用咗佢另一個版本。跟住 highlight 啦，本身咧我有佢另一個 highlight 粗粉啲，呢一個係日常啲啦，同埋哇放喺呢個顴骨度咧，擰頭嗰下嗰個光影真係靚到不得之了咯，同埋就可以放喺鼻頭啦、鼻梁呢啲位咯。呢一個 highlight 掃唔同嘅掃嘅毛出嚟嗰個效果有啲唔同，佢呢一個搽出嚟啲 highlight 係特別出嘅。跟住咧，我仲買咗支咁睇棒用嚟補妝用啦。Fenty Beauty 嘅新手嘅話咧，佢未必係你最先入手嘅 item。咁但係咧，眉位最位會容易甩妝嘅話咧，呢一個都係一個好好嘅補妝神器。好咧，就堆送嘅嘢啦，門市係行呢一個懷舊嘅風格，用咗一個雞蛋仔樣嘅美妝蛋咯，勁得意。爽膚水啦 ，sample size 嘅粉底，有一支面葵式嘅掃，咁就係有蓋嘅，咁方便你補水分。就係買咗咁多嘢啦，買咗1480蚊，買得開心不過。